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 Easy Pass。咁如果你嚟緊係考 IQE 卷三長期保險咧，咁呢條片咧就會好幫到你去掌握所有嘅核心概念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有啲練習題去俾大家去掌握翻卷三嘅概念嘅。咁温書之前咧，咁你都要有個方法嘅。咁我哋一路咧都係教同學咧用三部曲去温書嘅。咁首先咧就睇筆記啦，咁去了解晒啲概念啦，咁同埋有啲數字上面嘅要背就要記咗佢啦。咁第二部曲咧就係做練習啦，一張一張咁樣去做題，咁去睇翻自己究竟邊啲位係未明未通嘅，咁就一路去做去明白翻嘅概念啦。咁第三部分咧就係做模擬卷啦，咁臨考前咧就成份卷計時咁去做，練翻個節奏同埋個心理。咁上面咧就操熟翻一啲陷阱嘅字眼啦。咁如果你連續都做幾次都係過到70%嘅話咧，咁其實好大機會咧同學仔就可以一剔 pass 啦。咁呢條片咧就可以幫你掌握咗啲概念啦，咁同埋等大家都認識下其實題目係會點樣去出嘅。咁卷三咧就分3章啦，咁我要你留意翻個重點分佈，咁就係2、3、4、5題目都係比較多嘅。咁產品嘅種類啊、附約啊、保單嘅條款啊、同核保銷售殺傷啦，呢四章咧都係你嘅主戰場嚟嘅。仲有一批特定嘅數字啦，咁譬如話不可以2年、自殺1年、寬限期30到31日、冷靜期係21日。咁呢啲咧係基本上都係必考，咁同埋都係要背嘅。我哋嚟緊咧都會喺呢條片裏面咧慢慢咁同你去講清楚啦，咁方便大家記入腦嘅。好，咁第一章咧就會係人壽保險定值敵值合約，唔係離成合約呢一個概念啦。咁先講定義先，乜嘢係人壽保險啊？咁人壽保險係一份合約，當受保人喺保單有效期內身故，保險公司就會賠一筆錢。呢度有個細位好容易錯嘅，定義入邊講嘅 the person insured 係指受保生命或者係受保人啦，唔係保單持有人，亦都唔係受益人。呢3個身份可以係唔同人，考試好鍾意分開嚟考你嘅。咁所以大家記一記，受保人、保單所有人、受益人呢3個概念。咁人壽保險最初最基本嘅原意係乜嘢咧？就係喺被保人早逝之後，向佢屋企人或者受養人提供經濟嘅支援啦，即係應付早逝帶嚟嘅暫時需要。早期嘅保單多數係短期嘅性質，到咗現代，我哋就用人壽保險點樣滿足人生各種嘅需求呢個角度去理解啲產品，而評估一份人壽保險啱唔啱，最常用嘅方法就係睇佢迎合投保人個人及商業需要嘅程度。咁跟住咧，呢個位咧就係極之重要啦，咁亦都係卷1同埋卷3嘅接駁位嚟嘅。一般財產保險係離償合約，賠你實際嘅損失唔多，亦都唔少嘅。但係人命咧係冇得用錢去客觀去衡量啦，所以人壽保單唔係離償合約，而係定值合約 （valued contract）。保額喺投保嘅時候已經講好，身故就按面值賠。唔會計究竟你條命實際值幾多錢啦？咁由呢點推出去咧，你就會明白離償、代位、分擔呢3個原則，一般係唔適用於人壽保險。所以一個人可以同時買幾份人壽保險，出事嘅時候每份都全數賠，唔會互相去分擔，因為根本冇賺唔賺呢回事嘅。咁近因咧，人壽保險基本上係任何死因都會保嘅，所以近因就一般唔重要啦。但係有2個例外，你要記住。第一就係自殺免責期，同埋意外死亡或者係雙倍賠償附約呢2種嘅情況底下，點死咧就會變得好關鍵啦。近因就會係變得重要翻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會講可保權益 （insurable interest） 呢個係第一章成日考嘅位嚟嘅。咁定義就係投保人同保險標，即係受保生命之間咧，要有一種受法律或者行評法承認嘅利害關係，即係話嗰條生命繼續生存，你會得益；佢身故，你會蒙受損失嘅。點解要有咧？防止有人去買保險去搏其他人死啦。所以咧，法律講明冇可保權益嘅人壽保單，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68B 條屬於無效，而第 64B 條就列明邊啲關係算數。第一，對自己生命可保權益係不設限額，法律假設你對自己條命係有無限嘅權益嘅。第二，對配偶嘅生命同樣係不設限額，夫妻之間互相擁有無限嘅可保權益。第三，父母或者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即係未滿18歲，記住呢句啦，呢個係配偶以外唯一因為血緣或者係家庭關係而構成可保權益嘅情況，所以你對一個已經成年能夠自立嘅仔女咧係冇可保權益嘅，呢個係成日錯嘅位嚟嘅。第四啦就係債權人對債務人有，但係以償項金額為限，譬如話你借10萬俾人啦，你就最多可以係保10萬嘅啫。
第五啦就係商業關係，譬如話一啲關鍵人物 key man 合夥人啊、僱主對僱員啊，以及佢對公司嘅價值為限嘅，以佢對公司嘅價值為限。時間點呢個位咧一定要死記嘅，係啦。咁人壽保險咧係只需要喺投保嗰刻有可保權益就可以啦，之後關係點樣去變咧都唔影響保單嘅效力嘅。所以經典例子就係丈夫為太太投保之後離咗婚，只要佢繼續交保費，太太身故嘅時候依然可以索償嘅，因為投保嗰刻有可保權益就可以啦。咁同一個道理，保單一經有效轉讓承讓人，無需對受保生命擁有可保權益，一樣可以收賠償嘅。咁咧，跟住咧就係最高誠信方面啦。投保人要主動披露重要嘅事實，即係會影響核保人收唔收、用咩條款承保嘅事實，譬如話健康嘅狀況啊、病史啊。但係你唔需要披露合理地不可能知道嘅嘢，違反嘅後果就係個合約可使無效 （voidable），由保險人揀作唔作廢，但係受不可以以條款保護，除非證實欺詐，否則2年之後受保人就唔可以再翻舊帳。係啦，咁第4章咧就會繼續去講啦。咁呢度咧大家要記一記啦，就係不可以以條款。係啦，咁就係呢個 term 大家要記一記啦。咁最後咧就係講保費啦，咁有個公式喺度嘅，無保費 gross or false office premium 係等於淨保費加附加保費。淨保費純粹反映風險嘅成本，附加保費就係開支、佣金同埋利潤。計保費嘅3大因素，記3個字：死亡率、利息同埋開支。死亡率係來自生命表，利息係保險公司將保費攞去投資嘅預期回報。注意，回報越高，所需嘅保費就越低，開支就係行政啊、佣金啊、營運成本等等嘅。保費嘅經典準則係充足、公平、不過高。當中公平嘅意思要記清，係指按每個投保人帶嚟嘅風險程度去公平釐定，風險高嘅人就會俾較高嘅保費，咁先至叫做公平嘅。最後啦，仲有一個概念嘅，解釋咗之後，解釋咗你好多嘅疑問嘅自然保費制。保費會逐年隨年齡上升嘅，因為死亡率越大會越高。後果係後生嘅時候就會好平啦，老嘅時候就貴到冇人負擔得起啦。咁平準保費咧係將一生嘅保費扯平，每年交一樣。你後生嘅時候多交咗嘅部分，會累積成為準備金，用嚟補貼你年老嘅時候唔夠嗰部分啦。咁明白咗呢點咧，你就會明白點解終身壽險同埋儲蓄壽險係會有一個現金價值。嗰個現金價值正正就係將你早年多交咗嘅錢累積翻嚟，而保單抵押貸款嘅抵押品就係呢嚿嘅現金價值。順利啦，咁要分清2種紅利啦，美息分紅 dividend 可以即時運用嘅。英式 with profit 保單嘅紅利或者係復歸紅利就唔係派現金，而係連同保單利益一併交付嘅。好，咁睇到呢度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啲嘅小 test 啦，咁等大家去睇睇究竟其實係咪掌握咗個概念嘅。咁因為呢度都有個答案喺度啦，咁大家可以用1-2分鐘去理解咗啲題目，咁自己心裏面揀一揀，咁就再睇翻個解釋啦。咁如果唔夠時間，咁大家都可以停一停呢個 video 去睇翻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就會講第2章啦。咁呢章係講產品嘅題目好多，而且好容易混淆嘅。咁我會用一個框架幫你去記啦。每隻產品你只要問3條問題：保幾耐啊？有冇現金價值啊？幾時會賠啊？咁樣，咁你就可以分清㗎啦。咁第一種咧，就叫做定期壽險啦，又叫做純保障壽險。規則係只有喺保單有效期內身故先至賠嘅，期滿仲生存就咩都冇㗎啦。3個特點記實啦，保費最平，冇現金價值，係傳統壽險入邊唯一冇現金價值嗰種，屬於純保障。因為淨係身故先會賠啦，咁所以咧定期壽險係最唔可能出現索償嘅產品，呢個都會成日去考嘅。咁適用嘅情況係特定嘅期限內需要合理嘅保障，而保費係首要嘅考慮。係啦，咁定期壽險咧有3個變化嘅。咁第一種咧叫做定額定期啦，期內保額同保費係維持唔變嘅。第2種咧係遞減定期啦，咁保額咧係逐年遞減，保費多數咧係維持唔變，適合殺還逐年減少嘅債務嘅。2個必記嘅例子就係抵押贖回保險，保額會跟住你嘅按揭餘額落，身故嘅時候直接向銀行還清餘額啦。咁同家庭收入壽險，身故按月去派收入俾家人啦，派到指定嘅日期為止嘅。咁仲有第3種咧就係遞增定期啦，保額同保費咧係逐年遞增，用嚟抵禦通脹嘅。咁2個
要分清啦。第一咧就係可續保 renewable，期滿咧可以續保而無需提供可保性證明，即係就算你健康變差咗，一樣續到保嘅。但係續保保費按你當時已經達嘅年紀計啦，所以就會變得貴咗啦。咁第二咧就可轉換啦，可以唔使驗身就可以將保單轉為永久性保單啦，例如終身壽險啦，新嘅計劃嘅保費咧同樣按轉換時已達嘅年紀嘅。咁跟住第二種咧就係儲蓄或者係養生壽險 endowment， 規則係身故賠保額，生存到期滿一樣會賠翻同等嘅金額，即係話生又賠，死又賠啦。咁技術上點解咧？咁儲蓄壽險係等於純生存保險加定期壽險，有現金價值，屬於儲蓄兼保障嘅。因為無論生死都一定會賠錢啦，所以儲蓄壽險係幾乎必然出現嘅殺傷，同定期壽險係啱啱相反。呢組對比實考嘅。係啦，咁補一個易錯嘅位啦，就純生存保險係只有期滿生存先賠嘅，期內身故係冇保障，呢個就係佢同一般壽險嘅分別。咁第三種咧就係終身壽險 whole life， 規則咧就係保障去到身故為止，唔理你幾時死都一定賠，有現金價值。適合邊啲人咧？咁希望身故嘅時候留一筆預定金額俾人，而生前唔打算用嗰筆錢嘅人嘅。咁繳費方法有三種啦。咁第一就係連續繳費啦，交到身故嘅時候先至停嘅。咁第二咧就係限期繳付啦，例如20年內繳清之後保障就會繼續啦。咁第三咧就係整副保費一次過俾晒啦。咁跟住咧，仲有就係第四種就係萬用壽險 Universal Life， 佢最大嘅賣點係彈性同埋透明啦。咁彈性咧係保費可以調整嘅，保額可以增可以減。透明度就係佢會拆開披露三大定額嘅因素，純保費成本啊、開支啊、利息或者回報，你睇得到啲錢其實去咗邊嘅。死亡金會有兩個選擇啦，選擇 A 係等於保額，選擇 B 係等於保額加現金嘅價值嘅。第五種咧就係投資相連保單。ILAS 保單單位相連啦，保單價值同投資基金單位掛鈎，由保單持有人自己揀基金組合。重點記住兩個啦，一般係冇回報保證嘅，而且投資風險由保單持有人自己去承擔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就會講年金啦。咁呢個咧，其實同壽險咧係啱啱相反嘅，要特別去小心啦。咁年金咧就係你俾一筆過或者一連串嘅保費，換取喺餘生或者指定期內定期去收錢嘅。收錢嗰個叫做年金領取人。咁點解話相反咧？因為壽險咧係死得早，保險公司賠；年金咧係活得耐，保險公司蝕嘅。係啦，咁所以咧，年金核保同埋壽險核保嘅方向係相反嘅。由呢一點推出嚟上考嘅結論係，同齡年男性領取嘅年金咧，一般係比女性多嘅。因為男性平均預期嘅壽命咧係會較短啦，派少幾年啦，所以每期咧可以領取多啲嘅。年金嘅種類啦，有分即期年金，俾完整付保費隨即開始派發嘅。跟住咧就有延期年金啦，先累積日後先派嘅。仲有就係終身年保證期年金，保證派至一段時間啦，就算領取人早逝，餘額都會由受益人去續領嘅。兩個香港特定嘅產品係要記嘅。香港年金計劃係由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旗下嘅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推出嘅，係屬於即期年金。終身年金係供65歲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去認證，一筆過保費約5萬到300萬啦，提供穩定嘅保證每月年金。跟住仲有就係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特點要記就係最低保額總額唔少於18萬，最短繳費期為5年啦，最短年期不少於10年。年金最少每年要派一次，最早由領取人50歲起開始派。稅務上，合資格延期年金保障保費同埋強積金可扣取自願性供款合計，每人每年扣取上限6萬蚊。係啦，咁呢啲字眼咧，大家都可能要記一記啊，因為考試嘅時候有時都會出嘅。係啦，咁最後咧就有團體壽險啦，一份保單保多名受保人。僱主或者團體持有總保單，僱員係受保人，各自派發一張保險證明書。成日考嘅點係集體核保，通常係無需要提交個人嘅健康證明。點解咧？因為適用於個人保險嗰種高度審核喺團體計劃既不可能，亦都冇必要嘅。其他要點咧就係供款式嘅
供款式係僱員分擔部分嘅保費嘅。咁非供款式咧係全由僱主俾嘅。在職條文要求咧，受保僱員喺保單生效時實際在職先至即時受保，僱員離職時團體保障一般係會終止，亦都有可能咧去轉為個人保單嘅權益嘅。好，咁第二章咧就溫到嚟呢度啦。咁以下咧都有3條嘅小測啦，咁大家可以睇一睇題目，跟住咧就再睇個答案同埋去睇翻佢解釋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好快咧就去到第3章啦，就係講緊附約同埋健康保險啦。咁呢度咧都係佔咗好高分嘅，係啦。咁首先咧就係講附約啦，先講清楚咩叫附約，加喺基本人壽上面嘅補充保障，用嚟改善保障嘅範圍。佢喺修訂保險嘅同時，成為保單嘅一部分嚟嘅。我要逐點講啦，就係每個你只要記住佢派咩就可以啦，係啦。咁第一咧就有呢個叫做殘疾豁免保費附約，係派咩咧？佢唔派錢俾你嘅喎，佢係幫你交保費。當受保人完全殘疾並且持續一段等候期啦，常見係3個月或者6個月之後啦，保險公司就代你繳付之後到期嘅保費，而保單一切保障如常維持。細節就係年齡限制，通常喺15至65歲之間發生，等候期內嘅保費仍然要交嘅。殘疾持續滿期後，多數可以退還翻俾你嘅。有啲除外嘅情況啦，就包括自傷啊、戰爭啊、犯法活動所導致嘅殘疾。咁第二咧就係殘疾收入附約啦，係派咩咧？就係受保人完全傷殘嘅時候，提供定期嘅收入俾你嘅。重要嘅細節就係呢筆收入唔會喺日後嘅死亡金入邊扣除嘅。一句分清呢兩個就係WP， 即係殘疾豁免保費附約咧，係唔使交保費；殘疾收入咧係額外派錢。呢組對比咧，亦都係成日都會考嘅。係啦，咁第3咧，仲有咧就係呢個意外死亡及喪失肢體附約 AD&D， 又叫做雙倍賠償。咁係派咩咧？就係受僱人因意外身故嘅時候，額外賠一筆同基本保額相等嘅金額，所以叫做雙賠。呢度近一原則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必須確定死亡係由意外引起嘅，而且受傷之後嘅死亡要喺指定期限內發生嘅。例如意外後嘅90日啦，咁喪失肢體部分咧係按賠償表去派錢嘅。定義要記啦，喪失肢體係由指手腕或足踝關節以上完全斷離，賠付嘅比例係喪失2肢或者雙目啦，通常咧係賠100% 嘅，喪失1肢咧係賠50% 嘅。常規意外責任要記住啦，就係蓄意自傷，包括任何時候嘅自殺、戰爭啊、違法活動啊、疾病啊，除非由意外去引起啦。生育及懷孕危險運動、航空風險咧，不過如果你真係買飛嘅乘客就屬於例外啦，咁先至會保嘅。咁除咗呢個情況咧，啱先咧都係一啲除外責任要記嘅。係啦，跟住第4咧就係危疾嘅附約啦。咁受保人確診指定嚴重疾病，譬如話中風啊、末期腎衰竭、癌症等，就會係即賠嘅。重要嘅嘢咧係呢筆嘅賠款一般會喺死亡保險金入邊去扣除，呢點都要記嘅。咁第5咧就係預知死亡利益或者係生前利益啦，容許部分或者全部死亡保險金預先支付俾仍然在生嘅受保人，通常用喺末期病、預期壽命不足12個月嘅情況，因為咁樣會影響受益人原本嘅期望，所以保險公司通常會要求受益人簽署棄權聲明，同意日後喺死亡保險金裏面去扣除嘅。咁第6啦就係長期護理嘅附約啦，叫做 long-term care。咁呢個咧就會設等候期，數字要記啦。一般每月嘅利益喺護理院喺死亡保險金嘅2%，係由註冊護理員照顧係1%。係啦，累計上限介乎死亡保險金嘅50%至100%，以付金額同樣係最後嘅死亡保險金裏面去扣除嘅。咁呢啲數字我都明白有少少難記，咁大家就係咁以記一記啦，咁樣咁有機會考試裏面都會出嘅。咁第7咧就係醫療或者係住院嘅保險啦，可以係基本計劃或者係附加醫療計劃。附加計劃嘅保障通常以基本計劃更加廣，設有除外責任，譬如既有病症啊、非必要治療嘅，跟住仲有自願醫保。VHIS 由政府推動，
保險公司自願參與嘅認可住院醫療產品，分標準計劃同埋靈活計劃。標準計劃保障全球適用，咁就除咗精神科治療之外啦。咁 VHIS 扣稅數字要記嘅，係啦。咁納稅人為本人或者指明嘅親屬，繳付合資格保費可扣稅，每名受保人上限8000蚊港元。指明親屬包括配偶啊、子女啊、祖父母啊或者外祖父母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而且可扣減嘅親屬人數係不設上限嘅，係啦。咁跟住第8咧就係保證可保利益，又叫做預批購買選擇。保單所有人有權喺指定嘅日期或者年齡或者事件啦，增額保險而無需提供可保性證明，即係免驗身嘅加保啦，但係仍然要付額外嘅保費嘅。咁細節咧就係話，如果將保單同時有 WP 附約，而受保人喺行使嘅選擇權嘅時候已經殘疾，嗰份增額保障可以自動去獲得嘅。咁第9咧就生活指數調整利益啦。咁應付啲咩咧？就係通脹啦。通脹會蠶食保單利益同埋現金價值嘅購買力，所以呢個附約會定期增加殘疾收入保險嘅利益，而增幅係同一個認可獨立指數掛鈎，例如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嘅。咁呢個有陣時佢都會問到嘅，咁大家都要記啲 terms 啦。好，咁呢度咧就完成咗第3章嘅講解啦。咁大家都可以花少少時間去睇翻以下3條題目，睇下自己明唔明當中嘅概念啦。好，咁跟住咧，我哋好快咧就去到第4章啦。咁呢章係數字最多嗰章嚟嘅，亦都係最容易執分啦。因為答案好多時候就係個數字啦。咁我會逐條講，並且去解埋點解係咁啊，你會記得穩陣好多嘅。咁第1咧就係完整合約條款，成份合約咧由保單加投保書加任何附約去組成，別無其他文件嘅。延伸出一個重要規則啦，就係任何更改都必須得到保單所有人同意，並且由保險公司獲授權嘅人員以書面作出。即係換句説話講，中介人係唔可以口頭更改去保單嘅。呢句咧係操守題成日都會問到嘅。咁跟住咧就紅利選擇啦，可以係收現金啊、抵押保費啊、累積生息啊，或者係購買繳清增額保險，係啦。咁另外有細節咧就係如果保單所有人冇揀咧，大多數嘅保單會預設係累積生息，咁呢個大家要記記錄，預設係累積生息。咁第2咧就係不可疑條款，咁呢條係保障你即係保單持有人嘅。咁規則就係保單喺受保生命在世嘅期間啦，由發出日起計以生效2年之後，保險人唔可以再以違反最高誠信，例如事實陳述為理由去提出異議或者拒絕或者拒賠嘅。咁點解咧？就係防止保險公司喺你死咗之後，隔咗10幾20年先嚟翻頭狀話你當時填表有嘢填錯咗喎咁樣。咁唯一嘅例外就係欺詐啦。咁如果證實殺常人或被保人曾經作欺詐嘅行為咧，就唔可以再依賴呢條條款啦，因為香港法律係唔會再准欺詐嘅。咁呢個2年加唯一例外係欺詐，咁呢個係一定會考嘅。好，咁跟住第3咧就係寬限期啦。咁香港一般係30或者31日嘅。咁有4個細節大家要記一記啦。咁第1咧係唔適用於首期嘅保費，第1期你唔交咧，張保單根本係冇可能生效嘅。咁第2咧唔係免費保險期。咁保費咧依然係要俾嘅，只係遲少少都當準時咁解嘅啫。咁第3咧係寬限期內繳付咧，係仍然係視作準時去繳付嘅。咁第4咧就如果受保人喺寬限期內身故而保費未俾嘅話咧，賠償會按欠繳嗰筆嘅保費嘅賠償會扣除欠繳嗰筆嘅保費嘅，係啦。咁保一個英美嘅差別啦，就係英式保單係保費到期日就會開始失效嘅。係啦，咁美式保單咧就會係保障到寬限期屆滿日咧先至會失效嘅。咁呢個大家要記一記英美嘅分別啦。好，咁跟住第4咧就係受益人啦。咁主要受益人同埋有後保受益人啦。咁如果主要受益人先於受保人身故咧，賠款咧就轉由後保受益人去領取嘅。咁同埋咧可撤銷同埋唔可以撤銷受益人啦。咁更改唔可撤銷受益人啦，必須得到呢個受益人嘅同意嘅。咁呢個咧就係個關鍵嘅分別啦。咁類別嘅指明啦，咁譬如話寫我嘅仔女啊，指明去指定咧係唔同嘅安排嚟嘅。仲有咧就係已婚者地位條例係啦。咁符合指定情況嘅時候，譬如話丈夫為妻子同埋子女去投保嘅時候構成信託，好處係保險金唔會落入遺產，亦都唔會受到債權人去追討。咁呢個都記一記，其實都會上效嘅。
第五，不能作廢條款同非沒收選擇。原理咧就係你已經累積咗個現金價值啦，唔應該因為你停繳就全部沒收，所以呢條保障你嘅。注意咧就係唔適用於冇現金價值嘅產品，譬如話純定期壽險啦。咁如果有現金價值嘅保單持有人決定唔再交保費咧，佢會有3個選擇嘅。咁第一咧就係退保現金價值，咁就可以攞翻現金啦，咁就冇咗張保單嘅啦。咁第二咧就係減額清繳保險，咁用現金價值去買一份保額較低，但係保障到終身嘅繳清保單。咁第三咧就係展期定期保險啦，咁就係保額維持原數啦，咁但係保障期咧就會縮短嘅。分清呢兩個嘅口訣啦，就係減額清繳係等於額細但係保到老，展期定期咧就係額唔變但係期短咗，仲有自動佔繳保費係即係話到期未交就主動由現金價值係去交保費啦，令到個保單繼續去生效嘅。係啦，咁跟住第六咧就係保單抵押貸款。咁保單所有人有權向保險人借錢，而且用途咧係冇限制嘅。唯一抵押品嘅係保單嘅現金價值，貸款上限就係現金價值，再扣除1年嘅利息。未還嘅貸款年利息會喺日後應付嘅死亡保險金或者係退保價值入邊去扣除嘅。咁跟住第7咧就係保單復效啦。咁保單失效之後咧，咁要留意咧就係已經退保嘅就唔可以啦，可以申請復效嘅。咁有幾個條件啦，咁就係第一就包括可保性證明啦，即係話證明你健康良好。咁第二咧就係保付所有到期未繳保費連埋利息嘅。咁第三咧就係清還未還嘅貸款年利息，同埋仲有咧就係繳付復效費啦。而且要重新起計一段可異議期同埋自殺免責期啦，通常期限一般都係5年內嘅。咁部分嘅保險人咧就係2年啦。係啦，咁跟住第8咧就係呢度啦，就係年齡或者性別嘅錯誤啦。咁呢條通常都成日考嘅，而且有陣時有啲人冇溫咧就會估錯啦。咁規則咧就係索償嘅時候，如果發現受保人個年齡或者性別填錯咗喎，咁保險人咧係唔會拒賠嘅，而係按照已繳保費原本應該獲買到嘅正確保額向上或者向下調整嘅賠償金額。記住啦，係調整保額，唔係拒賠啦，亦唔係淨係改保費嘅。咁呢個都係成日答錯嘅地方之一嚟嘅。咁第9咧就係自殺條款啦，咁保單生效初期咧設自殺免責期嘅，咁通常係保單發出之後嘅1年嘅。咁如果受保人喺免責期內自殺，保險人係無需支付個死亡保險金嘅，但通常會退還已經俾咗嘅保費啦，咁扣除未還嘅貸款啦，或者係利息嘅，亦都可以作通用咁樣去賠付嘅。咁如果喺免責期之後自殺咧，咁就需要全數去賠付嘅。咁目的就好清楚啦，防止有人蓄意借自殺去騙取賠償啦。咁補一句啦，就證明死因係自殺嘅舉證責任係喺保險人嗰度，而且係唔容易去證嘅。係啦，咁第10咧就係轉讓啦。咁分2種，咁有絕對轉讓啦。係啦，咁就係永久咁將保單一切權益係轉俾承讓人啦。咁記住啦，承讓人無需有核保權益嘅。係啦，咁抵押轉讓咧就係暫時用保單做貸款抵押，承讓人嘅權益屬復歸成，只可以收回淨保單收益啦，扣除轉讓人欠繳保費同埋未還貸款年利息之後嘅餘額。最後咧就係理賠給付選擇，包括一筆過只取利息、定期給付、定額給付、終身收益。咁呢個咧係委成日考嘅，邊個有權揀啊？期滿或者退保賠付嘅時候，由保單人所有人決定；死亡賠付嘅時候，由受益人去決定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就會去到第4章嘅一個小測啦。咁呢度咧就有4條嘅問題，咁大家就可以用少少時間俾自己去睇睇，有冇掌握到裡面嘅一啲概念啦。係啦，咁如果大家發現好多題目都唔識嘅，咁都可以去翻 EasyPass.hk 裏面咧，可以下載翻我哋嘅筆記，咁同埋咧就再做多少少嘅練習嘅。好快咧，咁我哋去到第5章啦。咁呢度題目咧係出得最多嘅，咁你一定要溫嘅。咁內容咧分4大部分啦，就係公司嘅結構、核保、銷售規範同埋索償嘅。係啦，先講公司嘅結構啦。咁2種公司要分清楚啦。第一咧就係商戶，係啦。咁呢個咧係就冇股東嘅，法律上面係由分紅保單持有人去擁有啦，由董事局及管理層去控制。咁有個好處咧就係保單持有人唔使同股東去分利潤嘅。咁缺點咧就係難以籌集新嘅股東啦。咁仲有咧就係股份公司，咁呢個咧一般就係比較普遍啲嘅，由股東去擁有啦。
並且咧係以營利為目的嘅股份有限公司嚟嘅。係啦，咁另外咧就有股份化啦，咁就係商戶公司轉為股份公司嘅一個過程嚟嘅。係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會有主要部門啦，包括有精算係負責釐定保費啊、準備金啊、紅利啦。咁會計咧就係財務報表啦。咁注意唔係一個核保功能嚟嘅，核保啦、索償啦、顧客服務啦、市場推廣啦或者代理等等嘅。係啦，咁跟住咧就係講核保啦。咁呢部分嘅題目都好多嘅。咁定義咧就係核保係為咗決定承唔承保，用咩條款去承保而進行嘅一個風險評估，包括評估選擇、分類、釐定費率，並按需要安排再保險。核保咧就分兩個階段嘅，確定風險嘅程度啦，以及將建議風險去分類嘅。點解人壽核保係咁重要咧？咁通常呢個都係成日考嘅理由題嚟嘅，因為咧人壽保險係保險人唔能夠取消嘅一個長期合約嚟嘅，所以對個別嘅風險嘅核保咧，通常只能夠進行一次，第一次就要評得啱，之後健康轉差咧都唔可以反口。咁逆選擇或者反選擇啦，即係話高風險嘅人咧越傾向去投保嘅，核保存在意義咧，正正係防範呢個逆選擇嘅。係啦，咁兩種危險要分清啦。第一就係實際危險，係同保險係同風險本身客觀相關嘅因素，譬如話職業啊、健康啊、喜好啊。道德危險咧就係同人嘅誠信意圖有關嘅，譬如話詐騙啊、隱瞞啊咁樣嘅。咁仲有咧就係技術性核保同埋財務性核保啦。咁技術性核保係評估個別風險嘅潛在危險，財務性核保係關注保額合唔合理啊，包括投保人嘅繳費能力。就同一個受保生命嘅累積保額，以及保額有冇超出同放者嘅通常水平啦。係啦，咁通常資料來源咧都係主診醫生報告啊，咁亦都即係通常為投保人提供醫療護理嗰位醫生嘅報告，係最常要求嘅醫療報告啦。另外都有體檢醫生嘅，由保險人要求驗身費用由保險人去支付嘅。係啦，咁健康資料咧係屬於私隱啦，係需要按最高機密去處理嘅。咁仲有咧就係次標準啦，咁次標準風險點樣處理啦？咁有4招啦，咁就係加收附加保費、設保單負債、加設除外責任。最激烈嗰招咧就係拒保啦。反過嚟，如果風險低於標準啦，核保人就可以俾優惠費率嘅。係啦，咁跟住啦，我哋就會睇到投保書啦。咁投保書就係由投保人去填寫，有2種收據咧，係大家要記一記嘅。咁第一咧就係附條件保費收據。咁保險自投保時起就生效，但係要事後確定投保人按標準條款具可保性先至真正有效嘅。係啦，咁呢個要記一記。咁跟住咧就係立約保費收據啦，即時提供暫保，保障可能喺指定期最後1日前提前終止嘅。一句就幫大家分清啦，咁就係附條件收據係以事後可保為條件，立約收據就即刻可以保住你嘅。好，咁跟住咧就有個數字大家要記一記咧，就冷靜期啦。咁個作用咧就係俾保單持有人再諗清楚，可以就新買或者已申請嘅人壽保單改變主意。咁期限咧就係20日啦，由交付保單或者係發出冷靜期通知書俾保單持有人或其代表，以較先者為準。留意係較先，唔係較後嚇，咁呢個咧係會係一個考試嘅陷阱嚟㗎。咁保險人嘅責任咧就係需於冷靜期屆滿前9日咧內要發出一個通知書嘅。咁退款啦就喺冷靜期內取消，一般就可以獲全數100%退還以繳保費。不過頭年險或者係整副保費保單可能會按市值去再調整嘅。好，咁跟住就會講轉保嘅定義啦。佢就係指新保單生效前後12個月內，現有保單被失效或者退保或者轉為減額或者係展期或者大部分保證現金價值被減少，都算係轉保嘅。跟住咧就係誘導轉保啦 ，twisting 用不正確或者誤導嘅言論或比較，有使客戶用新嘅保單取代現有嘅保單，令佢蒙受嘅損失。呢個咧係不合法嘅，正規保險人係唔會接受。咁有個保障措施咧，就係客戶喺決定買新壽險去取代舊保單之前咧，需填寫客戶保障聲明。另外，內地訪客投保時咧，都要遵從重要資料聲明、內地人士來港投保人身壽險保單嘅披露安排嘅。好，咁跟住咧就會講到利益説明方面啦。投年險嘅利益説明文件係由證監會 SFC 係規管嘅，需説明退保
發還金額同埋計算方法，假設回報率常用於6%，並需要清楚披露分紅保單嘅主要嘅優點咧，係除咗保證現金價值同埋保證死亡利益，仲可以分享匯集基金優於保證嘅業績啦，風險比投連險低，而保單抵銷咧係用紅利去抵押未來保費，係啦，咁呢個咧係只屬非保證假設，唔可以當係保證咁賣嘅。咁另外咧就係財務需要分析指明啦，指引30咧就中介人喺建議任何合適嘅壽險之前咧，必須就客戶嘅需要、財務狀態、繳費能力及意願作出適當嘅評估 FNA， 並使建議基於呢個評估啦。咁點解要咁嚴咧？因為壽險係屬於長期嘅產品，資金會被鎖定嘅，咁流動性都會受損啦。咁賣錯咧就會害咗人啦，咁樣。好，咁跟住咧，最後咧就會係殺償啦。咁有分期滿殺償、死亡殺償同埋退保殺償嘅。咁我哋就逐個去講一講啦。咁期滿殺償就係受保人喺生命至期滿啦，給付滿期金嘅，係啦。咁死亡殺償咧就係喺自殺免責期內意外死亡附約，保單生效初期呢幾個情況下特別去重要嘅，需要特別去調查。一個必要記嘅原則題咧，就係被定罪嘅殺人犯咧係唔可以領取相關人壽保險金嘅。咁呢個理據咧就係公共政策嚟嘅。咁原則咧就係法庭係唔會接受有損公眾利益嘅交易嘅。咁呢個都係會成日考嘅。咁跟住咧就係退保殺償啦。最重要嘅係證明殺償人具有收取退保現金價值嘅法定權利。好，咁就我哋完成咗第5章嘅講解啦。咁呢度咧都有一個小測去俾大家去睇睇有冇掌握咗裡面重要嘅概念啦。咁可能大家都未必係完全記得晒嘅，咁但係唔緊要，咁大家可以知道其實題目嘅深度去到邊度啦。咁就大家可以去翻 EasyPass 嗰度去下載翻同埋列印翻個筆記，去慢慢去考翻去溫習翻嘅。係啦，咁裡面都有好多練習同埋模擬考試題可以俾大家練習啦。好，咁呢度咧就有一啲一定要記嘅數字啦，咁我哋都即係整咗個總結啦，咁大家都可以 print screen 去睇翻，或者喺翻 EasyPass 嘅筆記裏面都有嘅，係啦，咁同埋就呢度有啲最易失分嘅位置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啦，係啦。係啦，咁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咁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掌握咗卷3一啲核心嘅概念啦，咁都相信咧係未必足夠嘅，咁大家就可以去翻 EasyPass.hk 裏面咧去用翻個3部曲啦，就係 download 翻個筆記，係啦，再去詳細去睇睇，跟住就去到做練習題同埋去做模擬考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到一 tick pass 啦，加油！